随着沃特集团的隐形人火车头深海的死去，超级七人组也处于求贤若渴的阶段，因此集团特意组建了培养超能力者的学院，而普通学生梦寐以求的机会，他却唾手可得，还没经过训练就能破格加入超级七人组，甚至新款战衣都已经为他准备好了。可就在他一觉醒来后，竟活生生的烧死了推荐他的教授。正当大家惊掉下巴来不及合上时，他却一飞冲天，最终选择了自爆了结余生。此事件一出，高层并不关心他的死因，而是另外一件事让他们抓狂。有关金童形象的4500万商品打了水漂，校长为了给集团一个交代，提议尽快选出新的校园英雄。由于裙带关系，本该排在第3名的安德烈，竟摇身一变成了新科武状元。事发时拼命逃跑的玛丽，转眼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当时与金童正面硬刚的乔丹，反倒从原本的第2名跌到了第5名，原因是他亚裔双性别的身份，可能会出现粉丝歧视他丢臭鸡蛋的风险。安排完一切，高层才询问金童的死是否跟森林计划有关，而且神情中还露出一丝惊恐。If the woods is exposed, we all have a big, potentially fatal problem. Vote hire me because I'm a problem solver. 玛丽作为1年级的新生能有新进榜，很快也赢得了大量新生的追捧膜拜。大家都认为是他打败了发狂的金童，但不劳而获的成果自然也令他心虚。成为第1的安德烈却没有被舆论困扰，他找机会询问父亲，金童死前有没有交给他什么东西保管。父亲茫然的表情让他知道自己多嘴了。原来金童死前在他耳边说，有重要东西事先交给了他的父亲。然而玛丽当时却听到的是什么森林计划。得知了另一线索，安德烈更加蒙圈了，因为他怎么也想不通这2段话之间的关联。于是他邀请玛丽与他一同调查。可上一集因为酒吧的事，玛丽独自背锅，差点被学院开除。从那刻起，他就意识到要想在学院生存，没有背景和实力就不能乱得走。 You don't have to. You have your dad. And half the school ready to cover for you. I don't have shit. 不过有些事情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刚一下课，怨气十足的乔丹就叫住了他。他希望玛丽能在之后的访谈中说出实情，因为是直播，玛丽替他的澄清定能被人看到。出于同情，他同意了乔丹的请求。金童的死被媒体说成不良嗜好导致，因此他的父母也受到键盘侠的攻击。凯特对他们掩盖真相的做法非常气愤，于是他与安德烈前往了金童的宿舍，渴望能找到有用的线索。没想到这里早就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与此同时，校长找到玛丽闲聊，名义上是闲聊，但实际上却是套话。虽然玛丽12岁时超能力惊现杀死了父母，但她至今还很牵挂自己的妹妹。玛丽离开后，她进入了学院的地下基地。原来她控制有特殊异能的孩子做人体实验，而所谓的森林其实也就是透过牢门看到的壁画。晚上，安德烈突然想到，金童所指的父亲并不一定是活人，很有可能是父亲的雕像。紧接着他催动类似于万磁王的能力，结果在父亲的裤衩里拿到了一部手机。 That is really Freudian. 手机里有金童死前录的视频，他慌张地讲述自己的弟弟并没有死，而是被关进学院的地下室做了小白鼠。为了证实金童的说法，安德烈放弃了晚上的直播专场，他偷偷潜入被烧死的教授办公室，利用超能力破解了对方的电脑，居然真的让他发现了真相。一直以来，金童的弟弟竟饱受折磨。此时，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推门而入，安德烈提前听到声音，急忙躲到桌下，随后用超能力合上了电脑的显示器。父亲看他没来录制专访，一个劲的给他打电话，这可把他吓得尿不湿都快尿湿了。幸好负责搜查的人耳聋没有发现。另一边，玛丽一个人上台接受访问，主持人在开机之前竟故意暗示已经找到他妹妹的下落，但前提是他要好好表现。玛丽马上明白对方话中的含义，没办法，他也只能按照提词器上的说。而此时的安德烈也找到通往森林的入口，同时他也被安保发现。他本想用超能力掌控全局，却没想到对方竟拿出一个小方盒。原来超能者的听力异于常人，安德烈瞬间头晕目眩。也就在此时，另外一个女保安竟走过来强行制止了同伴。原来是凯特及时赶到，她利用操控人心的能力解救了安德烈，但也因为体力透支晕倒了。之后他们想进入森林，又应该如何呢？